这凉风先别放，太大了。我那个洋葱好碎啊！把那个什么胶带不小啊？有啊，这里。拿多久过来？拿那个盆给我一下，拿盆接着热水，那盆。就把那个东西，把那个把这个什么，把那个葱拿点挪点上来。哇！我都说你们不用长多了嘛，我都告诉你们了，长这个你以为啊？眼泪都流了。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这个。每次施政但你这个太細咯喎，這個可以調㗎，我到時真係調下嗰啲都會個方。你說那個葱是細的是吧？是啊，他要的是那種粒狀感呀，這是太細了。你要圓圈狀定係話點啊？而我哋有啲直接切出嚟一圈圈㗎，有另外啲機器，但呢隻就肯定切出嚟唔係一圈。